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，昨风台天发生着严重的火警。这个配电室导火，浓烟窜到医疗大楼，病院是紧急疏散着病患，但是也是有9个人不幸来死亡。顺利来逃生的患者讲，伊昨是去互喊救命声查精神的，一拍开门拢是乌烟。伊讲伊是真拼命才走出来的。啊，死者家属来质疑，风台要来，但是病院事前的准备甲应变的计划拢做了无好势。我要看无啊！我死啊！伤害呢？屏东安泰病院火烧厝4家拢是乌烟，无偌久医疗大楼嘛拢乌烟。患者赶紧通报法救人，一直话讲这边有人，最后救出300多人，不过意外不幸，其中有8个人亡生。导火时住伫11楼的患者，受起了当时情形，还过惊。有人喊救人啊，救命人！那时候你怎么逃生出来的？我就喊救命，我才知道火警了。哦，不然也不知道。我滚着来了。带他坐上轮椅就可以走。所以说，你觉得看护蛮奇怪的，为什么没有在现场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的疑虑。应该要前一天就做好一些措施啊，一些防护的措施。大火造成不幸，家属质疑院方对突发的状况应变的机制无够好，设备的问题嘛要过检讨。透早安泰病院医务院长苏清泉嘛到殡仪馆慰问家属，讲会负责到底。根本没有办法逐层搜索，然后消防队的也上去背啊，一个都要背的，该我们负责我们就负责。初步判断有可能是院区内机房大楼的配电室的机电导火，检方消防人员针对敢有人为的疏失，已经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